请咱坐好，咱要做伙来祈祷。有着主宰天地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创造阮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文化，无同款的口语，会当表达逐种无艺术才调。阮真正感谢你，因为安尼，阮会晓用阮的母语，就是伫台湾阮时常用的台语来讲出阮的信仰、圣经、教示、道理甲故事。通过这个不但表达阮家己对上帝的认捌甲疼痛感谢，嘛会当用这个来做见证、传福音，这是真好的功夫。今仔阮台南中华教育部第三小区这个所在举办台语圣经故事演讲比赛。阮知影参加的小朋友心内拢真紧张，嘛要得到好的成绩。不过，阮恳求上帝你帮赞，互阮所有参加的小朋友，除了知影要得到好的成绩以外，我嘛会当了解，阮即款的活动重要是要用台语讲圣经故事来讲互别人知影、别人听。阮今日在对即个时阵开始求上帝你甲阮同在，祝福阮。啊，阮遮个家长小朋友伫地，阮伫遮所做的，大家人互相学习，上面听故事，上面听演讲故事的技巧，搁上面嘛帮助阮通过遮个故事，真正对信仰来造就，这是阮所期待的。阮要开始以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是咱台南中华教育部部长，这个活动是阮台南中华教育部办的啦吼。阮分做3区，第一区已经举办了，第一区伫阮台南仁和的教会举办，共款有27个，今仔日咱才24个尔吼，27个，不过真好，因为咱伫无共区来比赛，当然毋是咧分市内市区，是大家交通较方便的，安尼较好势尔。无来想讲，咱若要比赛，有当时去到安南区，无咱若赛车会赛足久的啦吼。所以是因为安尼，毋是因为讲市内市区安尼来分辨。过来真要紧的，就是台语是上帝互咱的母语，咱对咱家己的即个台语太看重。今日足侪人拢讲台语，即个拢讲别家语。连阿公哦、阿嬷哦，是吧？孙啊，跟阿公，你吃饱了没？阿公吃饱了。是啊，台语阿公较好讲，别家语讲袂好势啊。是啊，阿公袂当甲囡仔伊讲食饱，敢会使？会啊，但是无形中咱有电视，咱的学校拢教了尾啊，咱感觉台语该无水准安尼是无？还是讲台语无人咧讲啊是无？还是讲台语无重要啊是无？其实牧师甲咱讲。每一个语言拢足重要。咱若伫学校讲别家语，倒来厝讲台语，上盖好，佫会当学白话字，佫会当用写起来。咱的白话字圣经吼，写起来你学会晓，这是一个真好的功夫。咱即马伫台湾有一个牧师，伊是牧师，伊等下喂哦，咱台湾一个牧师是牧师哦，伊下要考牧师的时候。爱考4种语言，伫外国要摕博士考4种4种语言英文。过来因为读圣经，所以圣经伊读希伯来文。过来咧，伊会晓中文，北京话中文。最后伊个经讲啥？台语，用白话字考台语。伊伫外国呢，咱外国人知影有即个语言，特别台湾来找即个台语白话字的老师去美国来考试。你看4项的语言，台语会当变做国际人有通接受的。所以咱人想台语咱台湾人咧讲尔，外国无咧敢承认。其实语言每一个人的语言拢真重要。咱毋通看轻台语，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吼，咱变做讲别家语去啊！孙仔甲我讲用别家语讲，讲阿嬷讲无标准的别家语，嘛你甲囡仔讲，毋免啦，只好咱家己会晓讲。其实咱尽量伫厝诶，上好讲台语。伫教会，咱有即款的要紧的重要，是咱伫教会爱讲台语啊，因为上帝伫创造世间人的时，毋爱人拢讲共款的话。是安怎？因为上帝互人无共款，这是上帝丰富
今仔日你爱食土豆，我爱食珍珠，安尼足好个啊！哦，毋通全世界人拢爱食土豆，我爱食珍珠，啊惨嘛，土豆无通好食啊！啊珍珠咧，珍珠无人要食，安毋对。你看，上帝创造足奇妙的哦，所以这语言吼真丰富，代表上帝真丰富。所以今日在咱这个所在开始要来提讲台语的圣经故事。当然有比赛，就有名次。啊，其实迄个名次当然嘛真要紧，佮较要紧的就是讲，咱伫这个所在来看，来学迄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迄是一个鼓励吼，啊，这是一个咱努力的一个方向。不过，莫把这个名次看伤重啦，吼，看伤重。过去咱差不多20天前、30天前，咱台南中会吼，啊举办迄个棒球比赛，哇，办到尾啊，唔爱办啦。啊，佮有比赛咧乒乓比赛，尾嘛唔爱办啊，是安怎？因为教会拢足竞争的，大家拢要收第一名、第二名。有的教会哦，专去请较后的、较会讲球的，啊，毋是教会人来讲球，啊，伊摕第一名，啊，查起来，哇，无路用，伊教会第一名，过内底有4个枪手，毋是教会人，哦，啊，伊专门咧讲球的，所以足好讲的。安尼无意思啊，对不对？哦，拍乒乓嘛是呢，哦，迄教会为着要摕第一名，伊请的足好拍，啊，毋是教会人，哇，安尼嘛真无彩，哦，失去了意义，哦，啊，所以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来举办这个比赛，虽然是比赛有第一名有第二名，不过莫甲这个看心重啦，吼，咱当做一个学习，啊，当做一个交易，吼，来，即摆数字武术起来，吼，来，请伊讲咱的比赛要安怎进行，吼，好，咱来完成数字武术来。大家平安，我是丰利教会陈牧师吼。这边我做主持，多谢宋牧师咱做引言吼。其实台语对咱足重要，咱种真关心讲，较咱的要比赛要安怎进行吼。所以较咱的咱顶半场的比赛名单是国中组甲国小组的1号到10号。咱的暂时休过差不多是20点半的时间吼，下半场是为7号国小组的7号到12号，佮有幼儿组的全部的人啦吼。所以咱这边吼，咱拢看咱的学生拢有真侪打扮啦吼，无共款的服装哦。咱其实这是真重要啦。咱评分的概念吼，内容的部分是占40%，发音占40%。你的台风吼，就是你徛伫遮，你会感觉足害羞，还是还是你感觉做大风吼，这有占10%哦。咱的服装嘛是有10%吼，所以咱拢看，穿无共款的衫的人，恁的分数监督才会加分啦吼。咱望讲，咱这边举办这款的比赛，会当互咱的学生、囡仔，更较侪会当伫公共公共的场合会当来讲台语，咱真欢喜吼。所以咱会当先邀请国中组的报名的参赛者吼，恁准备好了未？国中组的人举手一下好无？恁拢大哥哥大姐姐啊吼。咱的比赛有出前4名啦吼，国中组拄好有4名啦。但是因的表现吼，本来看因安怎样来讲起因的代志吼。好，宋老师准开始吼。咱就准备开始啦吼。我望讲咱参赛者吼，咱起来的时阵吼，先介绍你家己是伫一间教会，你叫啥物名？有的人家己的名袂晓读吼，袂要紧读看卖啊。咱遮拢有专业的编训的老师会当甲你教吼。因为我的名嘛，足侪人袂晓读啊。我搁一摆自我介绍，我是丰利教会陈锡德牧师。陈硕哲啦吼，锡德有听过无？足侪人拢讲丰利教会陈牧师，
熄电吼，我的命嘛无好拍。啊，所以咱等下请国中组的1号是嘉温吗？毋是啊，陈文吼，参这集我就袂晓读了。咱起来比赛的学生吼，咱注意哦，听见哦。咱比赛时间一位是10分钟。哦，啊，你的故事若讲了，就会当下台一鞠躬啊啦，吼，唔免搁讲到10分钟吼。你的故事讲了，啊，咱限制时间是10分钟。如果你徛伫遐袂晓讲话的时阵吼，超过30秒，咱就会甲你请落来。啊，请你后摆搁较加油吼。是讲会紧张啦，啊，唔免紧张吼。啊，咱到第3分钟的时阵吼，会先量一摆提醒吼。啊，量3分钟的时阵会量一摆提醒的。啊，迄个6分钟然后会点2摆，就是请你会当紧结束。好，安尼咱拍谱啊来欢迎国中组的第一位吼。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是嘉文甲阿明。足久以前，上帝创造世界，创造的是一个新水的爱的乐园。伊予头一个人阿东来管理这个乐园，佮想出一个查某人下我互伊做某。有一日，予撒旦去，伊煞无听上帝的话，予上帝赶出去。过无偌久，两个囡仔出世啊。大兄叫做嘉文，小弟叫做阿明。因听到真侪故事，阿明大汉做部长，嘉文大汉做农夫。有一日，因要去奉献，请上帝赦免因的罪。嘉文奉献青菜。阿伯奉献牛仔，上帝较介意阿伯奉献的牛仔，较无介意嘉文奉献的青菜。嘉文因为安尼照生气，煞甲阿伯害死。上帝要审判嘉文，就予伊四界走，亲像流浪汉。毋过上帝也是真介意嘉文，莫予别人欺负伊。我的故事讲到遮，多谢大家。时间伤短啦吼，因3分钟做标准爱去的，所以咱准备啊，毋过反正的凌晨呢，必须我较提供一下吼。咱咧讲故事，除了讲真清楚以外，内底一寡物件，咱来注意。像今日这故事吼，因为时间关系，你莫搞好，是安尼上帝爱牛仔，毋爱青菜。安尼咱基督教人吼，拢讲咱拢爱食菜，无食菜，敢是？内底道理爱讲个清楚吼，其实毋是。较重要就是嘉文伊无用心准备要献祭互上帝，毋是伊献菜，上帝无欢喜，我爱食菜，上帝较爱食肉的，毋是安尼啦吼。好，第2位哦，请国中组的第2位。大家好，我是佛国教会陈天章。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是哪阿扛大船。哪阿扛大船。古早，查某人拢变到真歹。上帝心真艰苦，上帝决定要互歹的人受刑罚，好的人得到保全。地面上只有一个义人，叫做哪阿。上帝甲哪阿讲，伊所有要做的代志，就是伊要用大水来毁灭世界所有无好的物件。上帝甲哪阿讲，你着做一只大船，恁规家伙仔同外面拢要上船。哪阿感觉真奇怪，毋过伊信上帝，就照上帝的话去做。世间人踢笑伊，佮骂伊讲，了后大船做好。因规家伙仔同外面拢离船，70
年，雨落袂停，船靠伫鸭掠拉山，那规家伙仔同外面拢出大船到大地，因全部拢保全性命，因为那有信上帝，上帝佮用轻来做记号，打了后，伊要佮用大水来毁灭世界。多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到这。好，因为是较短小嘛吼，咱嘛真注重内容吼，咱讲这个故事来注重内容吼，较短小寡啦吼。不过这位那个下港的这个青年真好，迄个北京五的亚拉大山，台语安怎讲？伊感觉讲得足少哦，足清楚哦，阿拉哦。阿两百，即阿两百，哦阿两百，哦阿两百三，这是无简单的吼，所以这就是真重要的吼。好，安尼，咱坐落去，来请国中组的第3位吼。可以。哦。大家好，我是福国教会张明德。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龙主回头。龙主回头，有一个人有2个囝，因住做伙，逐工生活足快乐的。但是呢，有一日，细汉囝想要去外国，伊规家伙仔拢足伤心的。因老爸无法度，就只好将细汉囝的钱摕互伊。细汉囝一摕了钱，就马上离开因去外国。到外国了后，伊的钱足济，所以伊的朋友嘛拢足济。但是时间久了后，伊的钱无啊，所以朋友嘛拢无啊。伊无法度，就只好去别人家饲猪。当伊咧饲猪的时，因为腹肚枵，所以就只好叫伊咧食物件起来食。伊哪食哪哭，想讲我转去阮老爸因兜做两工，比伫遮饲猪搁较好，所以就准备出发，转去因老爸兜。等伊转到因老爸兜时，因老爸足欢喜的，就伊揽念行程。而且不但原谅伊，佮收留伊，佮祝福伊，这个亲像阮的上帝，原谅、收留、佮祝福，咱世间有侪人。我的故事讲到这结束，谢谢大家。哦，安真紧第3个了，3个拢无到2分钟啦吼，这真正是无要紧，这嘛是学习嘛吼，也是学习，所以咱要讲一个故事嘛无简单哦。伫遮有咱所有牧师吼，一个开讲几啊讲的道理，一摆拢爱20分，但是你讲身体，我以为讲牧师今仔日无准备讲啊底啊，一礼拜讲4摆3摆呢。哦，所以牧师来准备真侪这道理就是安尼，所以无简单啦吼，无简单。你看咱这3个囡仔拢敢讲3分钟吼，好咱刷落去去刷这个国中组的第4位来。
日代笔向伊老爸反复，摕这个物件去互伊的三个阿兄食。到位的时，代笔真着惊，因为四位前前拢无交代着啥，原来是菲利斯有一个人叫哥利亚，伊大声喊讲：恁以色列百姓中有啥物人通甲我相争？代笔看拢无人，就要出去甲伊相杀。代笔的三阿兄看着拢做生气，不过扫罗王应允伊，甲伊的剑甲脱落来，互代笔穿。不过受大领，所以两腿脱起来。代笔就摕互了光骨的石甲细石的锁仔，就走近哥利亚。哥利亚看到代笔走来，就笑伊讲：遮尔细汉领囝来甲我相杀。总是代笔讲：我毋是靠我家己的气力，是靠上帝的气力。后来代笔就将石头用锁掀起，哥利亚就倒落去，因为石头拄拄拍着伊的头壳遐。代笔胜利啊！耶稣也记着胜利啊！第诗篇108篇第13节，我靠上帝做成大代志，因为吞达阮的对一个就是伊，所以伫万项事顶面，咱拢要交托伊，我靠伊，遵趁伊的道，甲伊的话去行。伊就会将满满的恩德甲祝福收束予咱。我的故事讲到这，多谢大家。咱4位各动作吼，已经安尼真紧就来完成啊吼所以咱有共款的故事安怎来表现故事内底的道理，拢真正会当真清楚，帮大家了解啦吼。咱即马要进入换国小组哦，国小组的第一号的小朋友就准备者吼咱拍鼓欢迎国小组的第一位吼。大家平安，我是火锅教会，我叫郭那希。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上帝创造天地了后，常常用细汉囡仔做伊的路用。细汉囡仔撒母耳就是其中的一个。撒母耳的老母哈拿有一个真大愿望，就是要有一个后生。伊甲上帝有一个约束，就是讲上帝叔叔伊一个后生，伊就要献这个后生做上帝的路用。上帝有照约束行，无过无偌久，上帝就照约束行。叔叔伊一个后生，伊就甲伊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出世，互伊的老母真欢喜甲快乐。伊若大汉，伊的父母若疼伊，毋过哈拿就照约束行，带伊去见先知以利，就伊献互上帝。哈拿安尼做，伊的心内拢无怨言，反正唱好听的歌来感谢上帝，因为伊会当就伊所疼的囝献互上帝，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对比起来讲，撒母耳变做上帝的后生，后来变做上帝的先知，亲像安尼，细汉囡仔受奉献，互上帝用，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我的故事讲完啊，多谢大家。好，安尼要进入国小组的第2位，来。
位明星老师，各位贵宾，大家平安。我是中州教会陈依培。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矮仔杀街。矮仔杀街，这个故事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2章。有一届，耶稣来到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个名叫樟树城，城内有水泉滋润土地，所以有上丰盛。这座城嘛是当时征收关税甲人口税的中心地。这个城内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伊是这座城的税吏长。税吏伫当时普遍无受到犹太人欢迎，因为伊毋定是帮助罗马政府收取家己同胞的血汗钱。撒该阁利用这个职权去诈欺百姓，甲家属的钱占做家己的，所以有真侪犹太人拢真痛恨这个税吏，结到有罪同因做伙食饭。甚至有人甲因看作是罪人。撒该嘛捌听过耶稣的事业，因知影伊会接待税吏甲罪人，所以伊一听到耶稣会进入到耶利哥城，伊就足想要看这个甲别人无共款的人物。当耶稣进入到耶利哥城时，城门口早就有真侪想要看耶稣佮听伊讲道的人群。撒该对着人群到遐，因为伊身材矮小，所以伫人群中根本看袂到耶稣，所以伊就走伫大个面前，爬去一个所在处，因为伊知耶稣一定会经过遐。无偌久，耶稣经过遐，伊就抬头看撒该，就甲伊讲：撒该，撒该，紧落来！我今仔日要住恁厝内。撒该就紧落来，欢欢喜喜甲耶稣接到因兜。伫人群中，大家拢看到嘛，听到这项代志，所以拢非常的愕然。甚至有人阁议论纷纷的讲，这个人竟然要到罪人的家做客，佫爱住因遐。撒该听起来对耶稣讲：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分一半，互送乡人。也是我歪过啥物人，我佫爱伊4倍。主对撒该讲。今仔日救恩临到这个家，嘛为着伊嘛是阿比拉罕的子孙，因为因主来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各位朋友，撒该在礼拜耶稣以前是一个贪心跟无诚实的人，总是耶稣听撒该愿意帮助伊。当撒该明白耶稣以后，就大大的悔改，并完全改变啦。多谢大家，我的讲述讲到这。也要撒该故事讲了较完整，啊嘛较仔细啦吼，就是要把一个代志讲好清楚吼，咱就是爱想安怎讲较清楚，内底要安怎讲。这个内容吼，所以讲话、讲故事、比赛，拢咧训练咱开始想安怎讲较好势，然后伫这个过程内面吼，安怎表达吼，这是真正咱的进步。咱拢知识若好，自然就会晓啊。咱毋看即摆主持的学生哦，无偌久了，因会当变做主持的老师呢。哦，我国中2年就开始教主持课啊。哦，我国中2年开始教主持课啊。即马咧，我国中教的遐囡仔，即马拢做几好啊。有诶嘛做牧师啊，足紧诶啊，时间咧过足紧，但是就是安尼来学习，安尼来学，安尼学习来学。好，所以国小组第3位。
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新华教的学生郭信哲。今仔日我要讲的是大比王的故事。所罗王是上帝应允以色列人所设立的第一个王，但是所罗并无遵照上帝讲伊来行，上帝真无欢喜，准备要另外找第四个王，就叫设立撒母耳，就着增加满满油膏的角来到霹雳去亚西遐。因为上帝已经准备好，要让亚西坐一个囝中间找一个来做未来的新王。亚西第一个囝身材高强大汉，找做真缘投。撒母耳心内想，一定是即个，等一个。上帝对撒母耳讲，毋是即个，我耶和华是看心，毋是看外表。第二个经过，上帝嘛讲毋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了后，拢毋是上帝了。撒母耳就问亚西讲：20个囝拢伫遮吗？亚西讲，阁有一个上细汉，伊暂时伫咧上面饲牛。撒母耳讲：去甲伊叫来。大兵一来，撒母耳看伊是做聪明伶俐、明星红润。上帝讲：就是即个。撒母耳就用油膏挂伫大兵的身上。为迄日开始，上帝就大感动大兵。大兵虽然接受上帝油膏，但是并无按伊就骄傲自大。大兵游玩伫山顶饲牛，而且时常受到上帝感动。食了真济西瓜，当时大兵嘛真熬大气，就连所罗王身上魔鬼干了，心情无问题的时，就听叫大兵来大气。大兵的轻声总是会互所罗王恢复平静，因此所罗王嘛真介意大兵。迄个时阵，非利士人定会来拍以色列，所以两国不时咧战争。有一天，大兵摕一寡物件去战场，互兄兄。当大兵来到战场的时阵，拄好看到非利士人派一个麒麟哥利亚伫咧唱声，唱以色列人甲以色列人的上帝。大兵听了真生气，就走去找所罗王讲：所罗王，我要上战场，我要打败迄个麒麟哥利亚。所罗王讲：袂使，你还阁是一个囡仔。迄个麒麟哥利亚比你悬大，是一个真有经验的战士，你一定打袂来。大兵讲：所罗王，我毋惊。我伫山顶饲牛的时阵，不想狮仔、野熊、野兽，我要来食牛，我照像会甲伊拍走，所以请你互我去。后来所罗同意，我将战袍借互大兵穿，毋过伤大领，大兵穿起来拢甜骹半手，连脚拢跑到倒。大兵规气就将战袍脱掉，伫咧路骹脚无了石头，就受战着了。麒麟哥利亚看到大兵咚咚一人来应战。就甲非利士人一直笑讲，以色列人想无大王啊，竟然拍一个囡仔，哈哈哈！毋过大兵上甲一点仔拢毋惊，因为伊知影上帝甲伊同在，会帮助伊。就在麒麟摕着大刀冲过来的时阵，大兵就用石头甲石头害出去，拄好拍着麒麟哥利亚的额头，麒麟就倒了。大兵冲过去，家己杀死。非利士人家家拢走了了。以色列人大家拢真欢喜，就大大和乐大兵讲，所罗杀阵称大兵杀人班，也是因为大兵伤出名，有真侪人不对伊身边，所以就引起所罗心中不满，决定要杀死大兵。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发怒，互大兵一摆又一摆，就为性命危险，伫咧外口就用7-8年的时间。过无偌久，非利士人搁来拍以色列，所罗嘛咧迄个时阵正死咯。上帝帮助大兵拍赢真侪战争，当大兵返到以色列的时阵，受到百姓的推崇甲爱戴。大兵是一个真公义、真爱上帝的王。伫咧圣经诗篇有真侪乐上帝的诗歌，大部分是大兵做的。大兵的一生虽然嘛做毋对，但是伊忏悔认错，后来所做的拢合伫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大兵王的故事。感谢主，感谢大家。兵的故事哦，咱这个如果来讲了较清楚咱嘛会当听到真侪内底这一站一站的这故事的过程这是咱咧学习伫讲话中间爱甲这条理讲清楚。可惜啦吼，我毋知可能老师咱评分，因拢评分了，莫互我影响啊，感觉较紧。
无讲较紧，可能较紧张。因为我做牧师做了惯势啊，较袂紧张啊吼，啊无吼紧张起来，我你讲我变成你大机关前来做，啊到底听无啥有安尼真无彩啊！过来的小朋友吼，免紧张啦，免紧张吼，啊讲话讲无清楚，我头先有讲过哦，喙齿、喙齿、喙皮喙唇拢有用着，啊咱就爱家用好啦吼，好刷落去，咱请国小组第4位吼，来第5位第5位。第4位啦，好来。你上帝的是天父上帝加入
以着家己比起来啊。上帝先来艰苦讲，是啥家己讲你看问题？我所吩咐你毋通食的迄丛树，你食伊吗？当上帝爱你向阿东的时，阿东惊到要死，因讲是你所予我做欢喜的福音人，因用迄丛树的果子予我，我就食伊。上帝问下我，你所做的是啥物代志？下我讲是大应允我在遮。阿公想要把这件撒予下我，下我马上要将过手撒予大。大伫一边要看上帝安怎处罚阿公甲下我。上帝对大讲：你已经做错代志，所以你受诅咒。你爱比一切的珍惜较山影，一切的走树较重。你要用巴肚行，一心食土粉。我要互你甲富人人结冤仇，你的互的甲伊的互的嘛结冤仇。伊要拍伤你的头壳，你要伤伊的脚后甜。上帝搁活通看下我讲，我是较大加添你怀孕的艰苦，你生产的过程经历痛苦，而且你要大过你的后婿，你的后婿要管下你。上帝也对阿公讲，因为你已经听从你的富人人的话，要食我所吩咐你毋通食的，因为你毋听我的话，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爱伫世人落靠近着，你爱对土地你着忠心，你爱要食好卖的菜色，你爱搬我面规种亲热，正常你食食，是够你省。你要回头，就是你去生命都是对头刻出来。你本来是头粉，嘛爱规是头粉。原来上帝讲这个日子确实是你阿公下我会当食四样树的果子一直我，可是当因食了分别好看的果子了后，无搁甲以前同款。两个人虽然即摆无死，可是因最后必定爱死。这时阿公下我的心内充满悲伤。其实上帝处罚阿公下我，上帝的原因是因为阿公下我竟然听蛇的话，无遵守上帝的命令。其实你现在想要甲上帝同款方便，这会互蛇引诱。这里来了。我咧讲咧，就不要紧吼，这边有超过时间吼，你讲得真好哦，可能知阿公下我的代志吼，那咱就来咱是足温柔的，甲请落来啦。过来请第五位吼，第五位郑安。各位敬敬的培训老师，各位贵宾，大家平安。平安。我是龙州教会地允安。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记载伫圣经的约伯记，敬畏上帝的约伯。古早伫乌斯的地北有一个人名叫做约伯，伊人完全过正直，敬畏上帝，离开遮的歹。伊生4个囝。3个查某囝，伊的家业有羊7千，骆驼3千，牛500对，牛马500只，嘛有济个人。安尼，这人伫当众人的中间是这第一段。因遐个囝去说因写，伫大人的厝照因的日子，佮找人去请因3姊妹仔来，甲因啉食。因写日已经满，约伯找人叫因来互因圣洁，透早就起来，照因正人的少爷献烧者。因为约伯讲，刚才我的囝有犯罪，先来去抓上帝。约伯时常安尼行。有一日，上帝正经来家己徛伫耶和华的面前。撒旦嘛来徛伫因中间，耶和华对撒旦讲：“你对倒落来。”撒旦就应耶和华讲：“我伫地上行来行去，便行伫遐对遐来。”耶
敢有留心伫我的农帮约定嘛？因为地就完全无人，就伊完全高正的敬畏上帝，而归正会歹。首站就应耶和华讲，约定敬畏上帝，欠无因大吗？伊手所做的，你束互伊，伊会甲用嘛加添济济。你若是出你的手，摕着伊拢总所有的，伊一定会当面弃绝你啦。耶和华允准撒旦夺走约伯所有的一切，土地、农夫、精神，甚至是儿女。虽然安尼，约伯犹原信靠耶和华。搁有一日，撒旦搁来应耶和华讲：用赔换赔，人为着伊的性命，完了伊拢总所有的。你若是存你的手，卡着伊的骨，甲伊的肉，伊一定会当面弃绝你啦！上帝，上帝就甲撒旦讲，伊即马伫你的手头，独独留伊的性命。撒旦就对耶和华的面前出去，拍约伯，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拢生毒疮。约伯母嘛对伊讲：你犹阁接受你的顺全嘛，就去做上帝来死啊！约伯几个朋友嘛问伊：你到底是做毋着啥物？耶和华会安尼责罚你？虽然安尼，约伯犹原信靠耶和华，耐心听候耶和华。最后，耶和华开喙啊，伊提醒约伯讲：我创造万物是遐尼啊美好。伊阁责备约伯的几个朋友，结束。为着奖赏约伯的忠心，耶和华就互伊的奖赏互还，阁比原来加倍。约伯每工讹落上帝，直至食到140岁。我的故事讲到这，多谢咱大家。咱已经来到2点半场的上尾一位啊吼，较等下，咱伊讲了咱伫楼骹的所在，篮球场的所在吼，几间教会有为咱准备点心，咱会当暂时休困啦吼。就是这6位的参赛者讲完，咱就休困，我会再来宣布吼。咱休困的时间用15分钟吼。咱欢迎上顶半场的上尾一个来参赛者吼。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我是新华教会的学生蔡金安。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是大力所参孙。大力所参孙，这是一个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40年久的故事。马诺亚甲伊的太太一直拢无囡仔，因向上帝祈祷。买一个囡仔，上帝就派天使对因讲：我要赐恁一个后生，伊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恁绝对唔通甲伊贪污。这个囡仔就是参孙，受到上帝的保守，参孙慢慢大汉，成做一个大力士。伊捌用伊的双手抬起表面的屎。伊嘛捌用路边流的水屁股杀死1千个非利士人，嘛安尼非利士人一直要掠参孙。有一天，参孙介意着一个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大利拉，煞甲伊结婚。非利士人的首领互大利拉足侪钱，
爱伊想办法知影参孙开六个秘密。大二啦，伊直奔参孙，参孙就甲讲，只要用7条绳仔甲我绑起来，我就无力啊。大二啦，就安尼甲参孙绑起来，然后大声叫：参孙啊，紧起来哦！菲利斯人要来抓你啊！参孙一听着就跳起来，绳仔嘛拢总断去。大二啦，一届搁一届问参孙，但是参孙拢无老实甲讲。直到有一届，大二啦，我伫参孙的胸口边讲边哭，你根本就无爱我，你一直欺骗我，我是你的某，煞毋知你开六个秘密。就安尼，参孙就甲讲，我的开六是上帝手术的，只要你甲我的头毛剪掉，开六就会离开我。大二啦，趁参孙咧困的时阵，偷偷甲伊的头毛剪掉，并请通知菲利斯人的首领派人来抓参孙。大二啦，甲参孙讲：参孙啊，紧起来啊！菲利斯人要来抓你啊！参孙毋知伊的头毛互人剪掉，就安尼，伊互菲利斯人掠去。菲利斯人将参孙的目睭挖起来，搁用链仔甲伊链掉的。爱伊逐工伫家内下无，到有一天，菲利斯人举行献祭宴会，当大家欢喜时阵，菲利斯人的首领大声命令，迄个大律师带来，咱来看伊逐个下无了，变偌勇敢。因甲参孙带来，要戏弄参孙。参孙徛伫两支条的中间，求耶和华讲。主啊，请你赦免我，我无遵守你的话，请你搁赐一届开六予我，我要甲菲利斯人同死。今日参孙出来一杀，厝就倒去啊！现场的菲利斯人甲参孙拢死去。参孙最后也是靠上帝万赞赢过菲利斯人。我的故事讲完啦，多谢大家。真精彩的分享吼，参孙好，安尼咱顶半场的比赛就到这来歇困吼。即摆时间是35分，咱歇15分钟到50分的时阵，请咱搁转来吼。咱下半场的时阵为7号新化教会因地球，好，大家拢一摆啊吗？对，拢有一摆啊吼。咱下半场就开始吼。咱播声鼓励一下，感觉。大家平安，我是新化教会苏里尔的学生林地流。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阿东甲夏娃。阿东甲夏娃。上帝创造爱地园，爱地园的中央有一丛活命树，搁有一丛分别善恶的树。园仔内有真侪动物，甲空中的飞鸟住伫内面。阿东甲夏娃做看树的工作。上帝行到分别善恶树的边仔，对阿东讲：阿东，这园仔内所有的果子，恁拢会当食。敢若有这丛树仔的果子，恁袂当食，嘛袂当摸，啊若无就会死。阿东甲夏娃拢真听话，所以伫咧爱地园内底，因有通食，有通佚佗，生活过到真快乐。有一天，蛇爬伫一丛树仔的顶面，对夏娃讲：夏娃，来，紧来食，这丛树仔的果子真好食，来食一束看卖。夏娃对蛇讲：袂用紧。上帝讲过，这园仔内所有的果子，我拢会当食；独独这丛树仔的果子，我袂当食，嘛袂当摸，啊若无就会死。袂啦，恁袂死啦，恁食了会甲上帝共款巧哦。敢讲你无想要搁较亲像上帝吗？夏娃受到蛇的诱拐，就食，搁摕互阿东食，就
两个人食了，发现家己拢无穿衫，赶紧摕有花果的叶啊来做裙。这个时阵，上帝拄啊好来园仔散步，阿东甲夏娃听见上帝的声，就赶紧飞起来。上帝看无着阿东，就话：阿东，你伫倒？上帝，我伫遮，我毋敢见你，因为我无穿衫，我会见笑。是谁讲你无穿衫？敢讲你去食我吩咐你袂当食的果子，是夏娃摕互我食的。夏娃。这是你做的吗？哦，上帝，迄是蛇诱拐我，所以我才会食的。蛇，你既然做这款代志，我会互你受到纠缠，互你一世人用腹肚伫咧涂骹白食糖分。上帝搁对夏娃讲：我要大大加替你大腹肚生囝的痛苦。上帝搁对阿东讲：阿东，你记得听妇人人的话。食我吩咐你袂当食的果子，土地因为你受着纠缠，你爱一世人流汗劳苦打拼，才会当对土地得着食的。上帝甲阿公甲夏娃赶出伊店门，上帝搁伫伊店门的东边安设记录表，甲市民会发火的剑来看守活命树的道路。这就是阿公甲夏娃的故事。嘛是人类原罪开始的故事，多谢大家。一位9号的参赛者。各位评审老师，各位贵宾，大家平安。平安。我是中州教会王和雄。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记载伫但以理书第1章，但以理日期无食王的奥秘，因过去上帝应许先知，记载可靠以色列百姓爱听咱上帝的话，
但是伊即个病是足常常变化上的，做出一寡白惨的代志，甚至离开耶和华，转去崇拜假神，后来患难真正年到啊以色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大军攻破耶路撒冷城，军队按照国王的命令，抢走圣地内面的兵器。对顶嘛掠走足侪王室贵族、少年牛族，尼布甲尼撒王水军了讲，从即款奴才中挑选少年缘投才智有志的人，甲我所食的食物互因食，甲我所啉的酒互因啉，搁送因去校3年，还选国家的财物甲武艺，以后会当为我做代志。后来尼布甲尼撒王派一位太监长来管理这互挑选出来的少年。这个少年中有4个少年，名叫但以理、哈纳尼亚、以撒利、拿撒尼亚。这4个少年拢是像巴比伦人所误杀的耶和华。虽然因无敬拜耶和华的神还是所在，但是因自己身体在遵从上帝的命令，重新服侍伊。所以但以理讲，阮袂当食巴比伦王的食物甲酒。因为遐物件拢是拜过偶像的，阮阿怎办？伊互相讨论着，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所谓祈求太监长，只互因食青菜甲啉白温水，无爱讲因国王的食物甲酒。所以太监长一听着讲袂当，也是国王看到这个面貌，较输其他的少年人，我的命着难保啊！哪会你抗拒的讲？你先互我去食菜。好吗？才刚过去啊，因发现，但伊你甲3位朋友比其他食国王的食物甲酒的人更较聪明，更加勇壮。后来便同意互因继续食青菜甲啉白滚水，无爱讲因国王的食物甲酒。几年来，上帝是逐项智慧之源，赐予因聪明才智。但伊你个明明逐项异常甲调头。尼布甲尼撒王固定的日子到啊，就太监长甲因带来考试。王甲因谈后，发现所有的少年当中，无学一个会当但以理甲3位朋友，更较有智慧，甚至伫全国的数甲人发出的更聪明杂话。从但以理身上，互我学习，伊咱甲别人无共款，伊的表现，所以咱爱甲家己分别为圣。像我去教会上主日学，互上帝当使用咱的嘴来传扬福音。我的故事讲到这，多谢大家。咱的麦克吼，咱在遮免感觉讲真迄个。讲伤我去不要，伤我这个麦克不要紧啦吼，尽量较接近的，无咱后壁的人嘛足想要听故事的吼。好来，咱看后一位第10号。各位敬请的评审老师，各位贵宾，大家平安。我是中州教会消团会，我今日要讲的故事是记载伫《撒母耳记》的第3章。我要讲的题目就是顺服的撒母耳，顺服的撒母耳。囡仔撒母耳伫以利的面前服侍耶和华，当遐日耶和华的话真稀罕，无常常有启示。有一日。以利困伫家己的所在，以利的目睭已经有看袂明，上帝顶也袂花，撒母耳已经伫耶和华的殿，伫上帝约柜遐在困。耶和华叫撒母耳，撒母耳起来，伊应讲：我伫遮，就行去以利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伊利讲。我无叫你，你当去困，撒母耳就当去困。
野花搁叫什么呢？什么呢起来，替伊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伊讲，我的囝，我无叫你，通过困，通过困。迄时什么呢？也袂捌野花，野花话袂有迄是伊。野花第三摆叫什么呢？什么呢起来？替伊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伊才知影是野花叫囡仔。对安尼，伊甲什么呢讲，你搁去困，伊若搁叫你，你就讲，野花，请你讲，你会落讲一真听。什么呢就倒去，困伫伊的所在。野花搁来听白，亲像前几啊摆叫，什么呢啊，什么呢啊，什么呢伊讲，请讲，你会落讲在听。野花对伊讲，伊离的囝家己招酒做，伊离也无禁止因，所以我要责罚因。加讲，伊离对什么呢讲？野花对你讲什么？求你毋通隐瞒伫我。什么呢？就将遐话拢来讲，也无对伊隐瞒。伊讲是野花，愿意照伊所看做好会来行。什么呢？渐渐大汉，野花甲伊一地，互伊所讲的无一句无一点。所有一世的人拢知，什么呢？是实力做野花的先知。野花一直甲什么呢同在，什么呢也一直顺服野花，因为伊真爱野花。我的故事讲到这，多谢大家。咱请后一位的赛车11号。咱过来是国小组的压轴吼，咱拍鼓啊欢迎。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桂林教会吴炳龙，我今仔要讲的故事是乌鸡饼同尾鱼仔。有一天，一群人做耶稣行，其中有一寡是病人。伊帮耶稣治好伊的病，大部分拢是来听耶稣讲上帝的代志。毋过，耶稣只想要甲伊的12个学生讲话甲准许，
所以就自存我哋规旁边。结果一群人嘛蹛喺旁边走，想要了耶稣。耶稣甲伊的学生只好家己开转来旁边，因落船爬上山顶。一群人嘛蹛喺爬上山顶。耶稣同真正的人想要帮助伊，就坐落来，甲因讲话，教因做济代志。天时真暗嘛，大家搁忝搁枵。耶稣问伊的学生腓力，要去倒买食物予遮的人食的。腓力讲，就算咱工课会8个月所赚的钱，嘛无够买食物予遮的人食。耶稣另外一个学生安德烈，家己个早着食物的查甫囡仔带来耶稣面前。这个查甫囡仔有乌细饼两尾鱼仔，可是无够予遮的人食饱。耶稣家己个学生讲，请大家坐落来，现场有足济查甫人、妇女甲一寡囡仔，总共有5000外个人。耶稣把饼摕起来，抬头祈祷，感谢上帝赐予大家食物，然后佮把饼摆好一块一块，分予学生，佮分予有边仔的人。伊命的代志发生啊！耶稣把饼分出去的时，手中的饼并无减少，连愈有愈分愈济，想要食偌济就有偌济。耶稣搁用同款的方式分鱼仔，鱼仔嘛是坐甲食袂完，大家食甲真欢喜，吃甲食饱。煞来，耶稣吩咐伊的学生，把剩下的食物捡起来，毋通浪费一点点仔食物。学生把涂骹的食物捡起来，总共底满12个篮仔，大家看着拢惊一跳。耶稣竟然用乌底饼两尾鱼仔，就予遮济人食饱，伊一定是一个足特别的先知。我的故事讲到这，多谢大家。好，安尼咱下半场到伫遮吼，各小组的分享拢已经结束啊。咱搁一摆等去到伫主持人的感觉吼，一直咧听故事，有咧学生因咧讲吼，讲啊比老师更较好吼，拢真正足生动安尼，就咱听了嘛足欢喜。啊，接下咱就搁要来邀请幼稚组吼。幼稚组的1号准备好未？已经等足久啊啦，等足久啊！好，咱就将这个时间来交予
凊彩无？好，咱继续来看个吼，第二号。各位敬仰的明星老师，各位贵宾，大家平安。我是中州教会欧文山，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2023年上元第17周的事情，大米甲高利亚。有一摆，鬼日船甲伊四人各自招顾军队，准备相战。双方军队伫两边山头对抗时，拢有山谷用伊隔开。有一个叫高利亚的大汉人，向伊四人挑战讲：你会当选一个人来教我。所有伊四人听了拢非常的惊讶。高利亚早暗拢来到伊四个军队面前。叫阵高利亚四管3公尺，向伊四人挑战讲：有火船压出来，叫阵叫做有40人主，对手讲：王啊，我外号拄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卡小，所以讲，哪有可能？你只是一个少年囡仔。大比对上讲，我目读书驶甲远，上帝的刻救我脱离火船的手。大比伫徛的捡五块金贵的钱，手里摕出石仔的锁仔，去迎战高利亚。高利亚详细看大比，发现伫伊的面前竟然是一个囡仔仔，伊就救出去向伊讲：你甲我当作是啥物？是狗吗？竟然黑白摕一支棍仔出来甲我比。大比讲：你靠高手讲拍阮，我却奉主的名来迎战你，伊就是伊是的上帝。话还未讲煞，大比就冲向高利亚，用咱这仔来摕出一块石仔，放伫沙顶，把咱输出去。石仔都掂着高利亚的头柄，高利亚随时倒伫涂骹一命我唔来知。火船看到家己的英雄死啊，就加加焚烧必散，四底长命。我的故事讲到这，多谢大家。幼稚组的学生拢表现啊真好吼，因为咱这边吼参与讲新的故事比赛报名的，安排伫幼稚组的拢是10岁以下的人，拄满10岁，我有甲问讲安尼，你是要去国小组还是幼稚组啦？所以咱伫幼稚组的拢是上细汉10岁啦，搁来上大汉的要满10岁安尼。其他的就拢国小组的吼，咱欢迎第3位哈。大家好，我是郭南丁，我今仔要讲一个故事叫《你不会得想象》。跟着。查甫人拢免一看，你甲互上帝先是求问，你甲交派上帝，才会互遮的不的人受刑罚，伊的人得着保全。伊时就民就这人叫哪定，上帝甲哪讲，要你伊要做一个船要浮伫水面。伊甲伊的家眷拢要得着保全，大船好啊！伊所有外面拢入去大船内底摆好好，那甲伊的家眷拢入去大船，然后40日40暝。
天落大雨，地出水大。满一年后，就确定阿来掠沙。伊哪甲伊的家爸拢出来大船。大了后，上帝用轻水记号，上帝。上帝，上帝请世界人，无搁再用大水分别一切的完美，感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所以吼，咱欢迎第四位的参赛者。我是第四号。今仔日我所要演讲的故事是上有快乐的人，上有快乐的人。大家敢知影有水来想上有快乐？伊的名叫做参孙，是叔叔。伊的快乐是耶和华赏赐予伊的。参孙伫阿伯出世前，耶和华对伊的阿母玛利亚讲：过无偌久，你会生一个囝，伊会带头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是住伫咧迦南地的歹民族，因有真侪战士暗逼以色列人。有一个参孙去非利士人遐路哩，拄拄好拄着一只大狮。伊只大狮向参孙冲过来，参孙竟然把狮抬死，搁抬死几百外个非利士人。落尾，参孙爱着一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戴拉。伊是非利士人带头的。非利士人戴拉若是报因知为虾米参孙有遐尔大的快乐，就互伊钱。戴拉想要摕到钱，所以一定问戴拉为虾米所以一定问参孙为虾米有遐尔大的快乐。参孙来伊，所以伊甲伊讲：我伫出世的时阵拢无剃头摸过。上帝选我做伊的奴仆，若是我的头毛剃掉，快乐就会无去。戴拉知影后，搁非利士人知，戴拉搁叫非利士人剃参孙的头毛。非利士人歹心乌龙做，搁互参孙千年，掠伊坐工做奴仆。搁爱伊拜大本神，过无偌久，参孙的头毛发出来啊！非利士人要创治伊，所以参孙利用大本神的机会，向非利士人讲：我徛伫咧两枝条的中间，搁请小朋友互我摸着两枝条啊！参孙搁求耶和华，互伊快乐。然后大声讲：我要甲非利士人同死。当时参加的人差不多有3000人。参孙不幸甲两枝条仔触倒。参孙不幸甲两枝条仔触倒，缀着非利士头人甲迄内面的众人。我的台语圣经故事讲到这，多谢大家。安尼，请后一位，第5位哈。
呀鱼，有遮济人会来找耶稣。有一天，耶稣讲故事好5千人听。接下来阿爷把到这耶位上帝就看，我在面前的耶对起祈祷，祈祷呀，5千人拢食饱饱，在下台给我做手工。拢分了了，拢有分着吼。好，安尼咱就请幼稚组的上尾一位吼。伊总入来啦吼。因为上厕所太紧张了。等下去分一杯鱼互伊，好，来，咱请幼稚组的上尾一位。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化教会主理2学生陈思云。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上帝创造一个故事。古早，足久以前，一切拢是黑暗，完全看无物件。上帝就讲，要有光就爱有光。上帝叫迄光做日，叫迄暗做暝。有日时，有暗暝，这就是头一日。第2日，上帝将水分开，伫水的顶面就是洋葱，洋葱就是天。第3日，上帝讲，水要结做一块，水做一个所在叫做海，无水的所在叫做土地。上帝就伫土地顶面创造大树、青草。足水的花，阁有足甜足好食的水果。上帝阁创造日头甲月亮，日时日头就会出来，暗暝就话月亮出来。伫暗暝，上帝阁创造真侪款的天气甲月亮做伴，挂伫天顶。第5日，上帝创造鱼，互因伫海内底游来游去，真自在。阁创造鸟仔，互因伫天顶飞，飞来飞去，飞甲真快乐。第6日，上帝讲。地球阁爱有其他的画面，就阁创造真侪款的动物、昆虫、走兽。上帝阁照伊家己的形象，用土创造第一个查甫人，对伊的鼻孔喷一口气，伊就变成一个有灵气的活人。阁创造一个查甫人，上帝甲伊号做夏娃。上帝赐予阿当夏娃讲：你要生足侪的囡仔，世代孙，换满全地来管理海内底的鱼，空中的鸟只。明看啊，我将地球一切的果子、青菜、甲水果赐予恁做食物。天地之间的走兽、花鸟、各种有生命的动物，我将青草赐予因做食物。上帝创造万物，拢创造齐全，这一切拢真美好咯。这就是第6日，来到第7日。上帝创造万物的工课拢做完啊，就是第7日好困一切的工。上帝赐予这第7日，将这日定为圣日。上帝，咱嘛爱是伫这日好困，来
教会做礼拜敬拜上帝，这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多谢各位。安尼咱全部的比赛的参赛员拢起来过啊嘛，有人要搁起来第2摆的无？哦，咱紧哦，咱拢有亲朋好友，咱的家长、老师拢甲因录影吼，你较等下当下晡时咱当去看。大声啦吼！安尼咱先来颁发幼儿组的第1名。咱来请宋老师来颁奖啦吼！第1名是新化教会蔡新宇。快乐！第2名山卡教会郭亮琪。第3名。好，来。火锅教会。好，第3名。郭雅怡。这个我对。第3名中州教会王浩轩。中州教会啊，好叫唔对吼，教会。是。好，高兴哦，来照相哦。好，第4名。好，来。新化教会陈思怡。笑起来，跳起来，来，好，照相哦。好，来站好，再来国小组吼，国小组，这么说也是看没有，无请那个配音员来颁奖啦吼。哎，国小组第1名，归仁教会温柔。温柔，哎，来，一线温民走到位啊！真的很温柔，讲故事哈，小声。第2名，新化教会林地球。刘志龙。第3名，中州教会郑宇安。第4名，中州教会肖团辉。多谢咱即摆来颁发国中组吼，国中组参加4位，奖项4个。但是唔知影啥物人迄个吼，来，因为拢国中组吼，第1名钟明道，哦，第1名国中组，国中组第1名钟明道，第2名，好，在后面，第2名陈嘉恩。第3名，贾克忠。哎，第4名就可以出来了啦哈。第4名孙成文。因为咱这边安尼咱拢有参加的奖啦吼，只不过有前几名表示咱教育部的一个鼓励，毋茫讲因为他对咱真正吼，所以其他无得奖的人不要紧吼，有10位咱咧做伙出来吼。6等奖过来，4个，10个，哦，参加10个。第一排站好，第一排站好，在第一排，哦。10
准备第一排站好，哦，来，是慢慢来，1、2、3、4、5、6、7、8、9，还有个谁？他。哦，过来啦，过来啦，买啦，来这啦。咱头一顶的大合照先用咱参赛者的陈家强啊，拍手拍手哦，加油加油哦！咱来邀请评审老师，一里边的我们团的工作人员拢做伙一排吼，咱一起头一顶的大合照。老师来，老师先一排吼，头一顶先互参赛者来翕就好，甲等下咱全部人才一排吼。来，遐边个再动一来哦，咱迄个工作人员、评审拢一排，拢一排内底。细汉的徛头前，嘿，细汉的徛较头前，小一点的站前。说的老师拜托老师一下哈，来，看你卡片来，看大卡片哈。看再来，看头前来。这次拜最后一张来，1、2、3，耶！来，加速的观众来，来，来，小朋来，来，慢点走，小朋慢点走，来，一起来，哦，家长一起来，哦，家长一起来，哦，看大的标边，哦，看标边，哦，咱邀请在场的所有的人拢一排啦，来，老师拢来，家长拢来，哦，那边上来老弟啊，冇你啦，哦，所以拢来，哦。蹲下，你有台湾腰。咱邀请全部的家长、老师拢会当即来头前，咱做来翕大合照。来，站起来哦！蹲下来，后面紧嘿，拢来哦。来，1、2、3，耶！跟住来，你睇照相机准备好哦，1、2、3，耶！